你試過有份友情，令你為咗對方，願意冒住生命危險去維護嗎？一份超越血緣嘅愛，喺掃羅王嘅宮殿入面，充滿住猜忌與權力鬥爭，但大衛與約拿單之間，一份超越皇權嘅盟約，正被黑暗籠罩。佢哋嘅友誼面臨住史無前例嘅殘酷考驗。約拿單不惜一切，即使違抗父親掃羅王嘅命令，都要保護摯友大衛。喺荒野中，佢哋秘密相約，約拿單決定用生命守護呢份兄弟情。為咗大衛嘅安全同未來，佢甘願犧牲。呢份情係一份真正立約嘅愛，無條件亦無私。喺主耶和華面前，佢哋莊嚴起誓，願耶和華喺你我中間，並我哋子孫中間為證，直到永遠。撒母耳記上20章42節，呢份唔係普通嘅友誼，而係一份由神親自見證嘅永恆盟約。真正嘅朋友係喺患難中都緊握你手，願意為你付出一切。